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对初四暗开始就透风落雨，台湾各地头也拢传出着这树仔倒去，甚至是淹水灾情。伫高雄连续杀人74岁嫌犯张介宗，检方依照杀人罪界起诉，专案经过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庭审理了后，下晡甲伊判3死刑。国造厂水南海军河本地今仔日要进行第17届海测，却因为海涌伤过大临时取消。但阵董事长也讲到，测试进度认为尚无阁要1个月以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初5 AM 新闻，我是嘉豪。受到这个气压的影响呢，气象署针对着这南部发布大雨特报。那初四暗时就开始透风落雨，真侪所在拢传出着灾情。亲像伫咧台南呢，有一间城隍庙边的青蛙树是规丛倒去。那高雄外海是透8级风，有外籍游轮的船舱遭水入去，这海巡人员赶紧把这9名的船员救起来。另外讲到这屏东呢，这天气也介无稳定，亲像崩山，有一寡山野园也当咧淹水。山野园内底水已经淹到脚目悬，农民遐讲清丽伫咧园里撩水4个旬。屏东崩山对初四暝开始落大雨，敢若初5一天就落10把毫米。农民讲这雨若阁继续落，庄顶也袂歹呢，可能会着病定点真恶卖。尤其今年山野大出价小歹，卖样若无水，就无人要收。你那种太严重了，现在因为现在芒果大出，那个像那种饮料店还是什么，他们也不会收。哎呀，他们还是挑果矿。那屏东的山野园淹水，这波低气压大来大雨，也互台南这间城隍庙边一张4楼悬的老青啊，规张树啊强强倒落来，那个树骹有强架骨的石碑拢害去，就连边啊5叶的厝顶嘛地害了了。庙方人员讲，困到一半，强强嘣一声，害伊惊一个赶紧爬起来看，结果树啊已经倒伫咧土骹。人家来看啊，可是他都一直拖就。哦，所以后来已经2个多月都没来。哦，所以才导致说他可能就撑不住了这样。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啊。对了大雨，南部的海峡嘛出现8级的阵风，屏东小琉球的交通船嘛害甲亲像过山车。初四暗时晚10点，高雄弥道的西南方海峡嘛有一只外籍的游轮，因为船撇来车身断去失去动力，几只船啊过海峡拍甲强要并去，海巡赶紧出动，透暝甲船顶的9名船员平安救落来。2个过来啊，2个。3个，小等下，4个，慢只，好慢两个。因为游轮顶悬也有13吨的柴油，甲200粒的乌油，海巡已经联络航港局，甲船拖去高乱片外海加强监控，避免并船污染海洋。高雄气象站也提醒，受到低气压影响，南部地区到初5暗时拢有大雨特报，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注意防灾。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小连续杀人的74岁嫌犯张介宗，2023年到24年之间，甲伊大所在内3个附邻人害死，检方依照杀人罪甲伊来起诉，求刑3个死刑。专案经过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庭审理了后，下晡作出宣判，甲伊判3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由原件介护嫌犯张介宗进入法庭，伊互人控告2023至2024年连续杀害75岁姓杨的大嫂，也有71岁姓张姓赵林的负责人3人，互检方求处死刑。专案由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庭10天密日审理，伫初5宣判。合议庭认为张介宗恶性重大，而且拢无后悔意思，依照杀人罪、毁损、遗弃尸体等罪，判处张介宗3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都有进入这个房屋，而且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从房屋离开，这是第一个。那不久他们就被通报失踪，那也发现找到他们的尸块，这是第一个。那再加上被告的房屋就是存有大量这3位被害人的这个血迹及 DNA。有几落个被害家属嘛出庭听判，宣判了后因真生气，为边啊冲起哩要对拍张介宗，现场真乱，出动真侪个法警控制现场。我想这是最低度的，也是法院所能做的，对于被害人家属的慰藉。对，那当然依法他必须要，法院需要帮被告提起上诉。那我们也希望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尽速维持原来的判决，那尽快执行这个事情。
3个被害者家属共同委任的律师陈宏铁表示，家属悲痛是张介宗自头到尾拢好人环境，甲当还佫被害者遗体还未找到。对张介宗面对检察官提出的 DNA 鉴定报告这些证据，拢以我唔知影，我无的讲法来否认。对家属伫法庭的举动，委任律师讲情感面会当理解，啊，毋过成年人应该为家己的行为负责，相信家属嘛是了解可能面对的后果，才做这个决定。记者采访报道。苗栗的德南邮局昨下晡有一个住伫咧邮局对面36岁姓刘的查甫人，伊不满这邮局的车伫咧落货时阵伤过吵，伊就举刀啊，甲61岁姓杨的邮局外包司机杀死，嫌犯在起呢，互依照杀人罪嫌移送法办。这个嫌犯伫2年前就捌举这美工刀啊，恐吓邮局员工，互人罚1万块，想袂到即届伊煞杀死人啊！监视器翕到初时下晡徛邮局对面姓刘的查甫，疑似摕刀伫邮局大声讲，想袂到迄日下晡，伊真正摕刀拼入去，甲姓杨的外包稳将台。随往初时才发生杀人事件，苗栗德南邮局初5也是正常运作，不过外包稳将搬回时动作拢有放较慢。因坦白讲，心内也是会紧张。时间转去到前一日，姓刘的查甫可能因为不满邮局落货的噪音，竟然摕刀拼入去，甲落货的稳将台。61岁姓杨的稳将着几粒刀不幸过往，家属是不加唔甘。在这家公司上班啊之类的哈，说就是去竹南投文把信件送回来苗栗这样子，这个行程是每天必经过的行程。家属表示，姓杨的稳将虽然已经60岁啊，依然坚持做外包工，为生活打拼，做代志认真负责。想袂到会拄到这款代志，互厝内人甲同事拢真唔甘。行凶的查甫人就徛对面目镜行，2当前嘛捌因为同款的原因，摕美工刀恐吓邮局员工，互判罚1万块。邮局表示，5当前都有接到伊的反映，嘛已经做真侪改善措施。我还没退休的时候，就常常接到那个刘贤的那个客诉电话。我也向我们的上级反映，上级都有照他的意思。这样子的改善措施似乎还是没有办法达到对方的一个需求。那其实在这个整个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也有提到说，希望对方可以加装气密窗之类的不过他们是不认可的。邮局表示，初时下晡接到姓刘的查甫摕刀恐吓的消息，遂通知总局并提告。想袂到迄日下晡就发生憾事，专案以杀人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详细司法情形也该等待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接受专访的时阵就表示，想要邀请飞碟执行长黄仁勋来参访台湾的发展奖。黄仁勋表示讲，这是真大荣幸。佮讲台湾头一季 GDP 成长率14%，为了台湾的繁荣和经济，台湾需要能源。不过，这美股普通的财报无遐好，拜五亚洲股市拢总落，亲像台股呢早盘大落超过1400点，最后收伫45070点，落606点。飞台执行长黄仁勋结束来台14天的行程，今日早起准备坐飞机去韩国拜访供应链友盘。对总统赖清德提出要邀请黄仁勋做伙参访台湾发电厂，黄仁勋讲这是真大荣幸。I would appreciate the invitation, and it would be a great honor, of course. Taiwan needs energy, and the reason why Taiwan needs energy is because the industries are growing 14% in just the first quarter. 黄仁勋讲，能源是工业成长的必要条件，所有希望发展壮大的产业拢需要能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即阵啊，伫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因为人工智慧的带动，去年台湾 GDP 升悬到8.7%，伫亚太主要的先进经济体摕到冠军，超过新加坡、日本甲韩国这个国家。全球排名入面第7名，面临去年的高基期，主计总处也预估今年经济成长率要9.64%。当 AI 需求快速爆发的时候呢，形成低基期加上所谓的高成长的这个效果呢，使经济成长率特别的显眼。虽然台湾 GDP 可望各创下新高，不过拜五亚股煞落价，因为美国普通的财报甲展望无好，点到全球开始卖半导体股。初五韩股收盘大落5.54%，
日股收盘6882点，收伫66588点。台股早盘上加44209点，落价超过1400点。好佳在落价幅度有较点优惠，中场以45070点收盘，落606点。在外资的期货空单昨天是接近7万口一旦有一个风吹草动，外资可能手脚都会比别人快速那这也是近期波动比较大的原因之一。3月法人卖超台股1100亿，其中外资就达到820亿，金额创下今年第6大。分析师认为，这阵台股也有可能出现关动起落，若是 AI 股起势失火，台股的盘面就会转较平和。记者采访报道。有一款保健食品的广告讲会当治疗什么，事实上这拢已经违法咯。食药署也当咧规划讲，伫咧保健食品和一般食品之间增加一个功能性食品的类别，就是讲咧会当帮助你的目睭、帮助你的身体这款的讲法。目前当咧和业界也个消费团体沟通。市面上的保健食品百款，有的讲顾目睭，有的讲食了较好困。广告疗效敢有合法？为了要阻止这种现象，卫生部食药署规划伫即卖小儿童保健食品甲一般食品之间，各增加一类功能性食品。厂商就要甲食药署登录，而且提交相关的科学证据，才让广告功效。客人他就是进来，就是他指定某个商品，那因为他是看广告来的。那当然有人只是说，我什么样的状况，那就来咨询药师。其实这个状况都有。那当然，我们都还是希望所有的民众都是到药局来，把你的状况跟我们药师说。食药署一开始先锁定17项定定看到的功能性原料或者是成分，而且只敢会当用正面标的的讲法，譬如讲叶黄素产品，用于表示会当帮助维持目睭健康，是视网膜黄斑部的重要营养素之一。益生菌、乳酸菌的产品，用于表示帮助排便较顺，高原两倍会当讲帮助皮肤保湿，维持皮肤健康。未来食品如欲宣称特定功能性，应依规定办理食品登录。并需明确揭露功能性成分或原料、成分含量、功能词句，不会说夸大其词，或者说那个浮夸了这样子，所以应该是好。医药方面的那就比较对我们没保障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那个适当的规范。食药署讲，食品甲药品的管理应该明确区分。食品不应涉及到不实、夸大或者是容易产生误解的广告。最近会继续收集各界意见，并且甲产业界消费者团体沟通，希望和新制度赶紧实施。记者综合报道。28年前，桃园发生一桩台日少女互人抬死烧尸体案件，检警伫咧2020年的时阵，甲这个案件重新调查，发现讲是开槟榔大细判细弹的嫌犯和员工做伙犯案的。最高法院依照杀人罪判这个细判细弹的嫌犯14年6个月。不过，这细弹的嫌犯认为讲，证明因为桃园发生流氓游客案，这刑罚追诉权的时效有受法变化较长，违反着法律袂当追溯进前发生含信赖保护原则，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那宪法法庭在今日判决，讲这项条文并无违宪，驳回申请。1998年12月，桃园平镇一个寒冬草坡发现女性烧草打的尸体。检警2020年重新调查，确定死者是一位四人台湾甲日本透证的少女。伊伫咧做事的槟榔搭，互人怀疑偷摕钱。头家潘主干陈武师甲另外2个员工，该虐待到死，搁甲尸体放火烧。2个人自一审无期徒刑到2审判14年6个月，要经过高等法院驳回上诉定案。主嫌之一陈武师认为，追诉权时效因为修法，和原本依照旧法就这要时效结束的杀人罪，并且适用新法的追诉时效延长，申请宪法法庭审查，怎么结果出来？行为人可能会去期待说，那再等一段期间就不被追诉处罚。但是犯罪者原则上都应该要受刑事处罚，而且任何法规也都不是永久不变。宪法法庭强调，新规定伫弹入时效完成进前的1个月内就已经施行。对犯罪行为人的角度来看，虽然期待只要过经过1个月内，国家就袂当处罚。
不过这种期待在法理上无正当性，也欠缺保护价值，所以认定判决并无违反信赖保护、加法律无溯及既往的原则，认定判决合宪。但只要时效没有完成，那么犯罪行为人随时就会面临到应受追诉处罚，这个状态就会继续存在。申请人这个期待，纵然会因为系争规定的施行而破灭，但也没有违反信赖保护原则。律师讲，判决的结果符合社会期待，也确保被害者人权的保障，跟社会公益的平衡点。他杀了人之后来讲，因为他不能免于时效消灭，他认为是违宪，他只有自己的生命，没有别人生命，这种人怎么值得去保护？律师讲，但女声称实现是伊的权利，不过人的性命价值悬过一切，加害者剥夺他人的性命，只敢想要保护家己免法的权利。这种人无达到法律去宽容或者是保护，总的结果唔那是害害被害者基本的公道，也阻止犯罪者想要闪过时效就免法的心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一个2岁查某囡仔萱萱，互人虐待死亡。台中市社会局一开始是讲，这个囡仔呢是台南市家防中心儿少保护个案，后续对走也应该是这台南来负责的。外界就批评讲，因是咧提责任。卫福部长赵宗良强调讲，会要求台南含台中拢爱提出检讨报告，也会来检讨下县市的处理流程。台中市进前传出疑似虐待囡仔致死的案件，一个2岁查某囡仔萱萱疑似受到因姓杨的老母甲当事人长期的凌迟，最后因为头部外伤引起脑脑损伤甲骨质出血死亡。根据台中市社会局的讲法，萱萱原本是台南市家防中心服务的儿少保护个案，后续应该由台南负责，引起外界质疑是咧推卸责任。相对是一些脆弱家庭，他们常常就是流动啊，每个县市跑来跑去啊，那你总不可能是一直以来都是户籍地嘛，所以台南当然一定还是有责任，可是实际服务还是要以人在地为主啦。而且卫福部表示，以现行的规定，若是脆弱家庭的个案，大多是家庭照顾、教养也是生活功能出现风险。而且保护个案，说是牵涉到疑似受凌迟、不当对待，也是人身安全疑虑等等，必须要马上启动保护机制介入。不过，事当时萱萱住伫台中，敢若互台中列做脆弱家庭的个案，所以对总责任如果转来到台南相关的单位，未来会搁检讨下县市处理的流程。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赵宗龙强调，等待地方政府完成重大虐待囡仔案件检讨了后，中央会搁再审查案件处理的过程，确认对通报跨县市行政协助，甲追踪的机制是毋是有落实。必要的时，会邀请专家学者深入检讨，避免类似的案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使用这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要特别注意哦。最近在台北交流道有一台车向失去控制，弄到安全岛，这安全装置也自动启动。驾驶讲伊向蛇行，也有使用这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专家就提醒讲，就算有使用这自动驾驶，赛车也是爱专心，唔通伤靠势。一台轿车完全无打动，就安尼弄去安全岛，连边仔顶伫涂骹的塑胶笋，嘛互人弄甲飞起来。拜是台北交流道附近发生严重车祸，警方指出，赛车的42岁查甫驾驶载5岁查某囝伫车顶，当时有使用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因为家己一时忘神，才出车祸，好加在车顶的2个人拢只受到轻伤。我觉得自驾这种东西可能还是需要一点调整啊，上面的人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应该是还是以辅助为主，不能光靠它啦。使用自动辅助驾驶并无法应付所有突发状况，如未注意车前状态而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亦将吊扣或吊销驾照。汽车业者指出，车速真紧的时，自动辅助系统伫我近停止的物体，也是慢速的车辆的时，可能会因为辨识能力无够，我都随判断头前有物件爱打动，就会发生事故。尤其自动跟车的车子，它一般是侦测物体移动，但是有一些物体没办法移动的话，有一些他们的跟车系统或是自动刹停系统会没有办法去辨识这一个物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它没有移动，所以它也没有办法
采用紧急的刹车辅助系统去帮你紧急刹车。警方提醒使用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时，赛车的人应该爱不管时保持专心。辅助系统只是辅助尔，袂使靠势自动驾驶，避免因为一时无注意出车祸。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台电伫咧婚林有一间餐厅查到讲，因的电表有空改过，警方接到报案，伫咧电表的这个玻璃顶头找到手痕，查到一个57岁姓周的查甫人，伊是专门替人改电表的头提灯。伫这个县市餐厅工厂温啊，一般家庭拢共改电表，头提这个电钱拢有1500万以上。即声呢，这嫌犯、厝主抑个业者拢爱食罪啊。这间餐厅业者请一位57岁姓周的查甫人，用专业改造工具破坏台电电表封印锁，搁再用改造起啊北电流排线、改接线路的方式，干了电表运作，和台电公司无法度正确记录实际用电量，不法用户电钱变较少。改装其内部线路之后，再以伪造的封签上锁，借此干扰电表的正常运作，使台电公司无法实际计算用电户的用电量，以此达到窃电的目的。婚姻地检署讲，这个姓周的查甫人自111年到114年之间，用一件1万到5万的技巧改造电表，包括餐厅、工厂、养殖业者、一般家庭，所在包含7个县市。这么依照早期伪造准特种文书顶罪起诉，该电表因何也涉及违反早期得利罪责。是这个台电短收电费这个行为可能涉及到的是刑法第339条的诈欺得利罪那最高可以处5年的有期徒刑，亦得并科50万元以下的罚金。地检署讲，姓周的查甫人总共替28组用户改装电表，偷电的金额有1571万块。大部分的用户经过台电对象有保立，其中20几个人得到反起诉。希望民众千万唔通小贪，要继续查不法改装电表，维护能源秩序甲用电的公平。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民主自由毋是对天顶落落来的和平，需要靠家己的实力。来看这国造的畅水南海群河本地今仔日要进行第17届的海测，所以因为这海涌伤过大，临时来取消。那台中董事长陈进宏伫咧专访的时阵，也讲到，这测试进度，伊认为呢，尚无搁爱试1个月以上。那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讲台湾2029年泛滥飞弹的数量有机会来到1850粒，反制强烈的威胁。另外，海巡早起有伫咧东沙的限制水域，甲中国海警船查落来，跟强制驱离。中共继续对台湾进行普色地带侵扰，中国海警船车5加速硬撞咱东沙海峡，想要制造对东沙海峡有管辖权，咱海巡的船军票炸动，并行监控，双方形成相像的局面。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面对中共加大了台，江南国造海军号是国军部队称的关键战略。这次的进度换线尾已经完成操练射击，验证武器系统，证明海军号有作战能力。本来找5要做第17遍海测，因过因为海象无好，要下停。海军号这么一个村内航顶跨海测试航播，下半年敢有法度顺利交船？台中董事长陈进宏接受立委专访时阵讲，这项测试至少要1个月以上。我们在接下来的潜航测试1个月以上跑不掉，然后我们最少还会再进屋1次。因为这个是一般船也都会啦，在交船之前，交船要整理一下嘛。整理，对，所以有些工程必须要在入屋才有办法做的，就还在入屋一下。飞弹射向海面，精准射到海上标靶。日军第3作战区随时伫宜兰海峡进行拖式飞弹实弹射击，发射拖式2A、2B 飞弹，展现反增加火力。面对中共军难威胁，美国制造的汽车飞弹、国造的雄风飞弹是国军反滥飞弹的主力。路透社报道，台湾伫2029年有可能会当有1850粒。地台海形成杀伤区，那我们希望说，除了在传统上面的弹药获取之外，能够在这个目标获取、AI 辨识这些都能够提高。我们
们到底怎么获得？我们过去的一些飞弹装备、武器装备，到现在都还没有如期如数的获得这个可能才是比较大的问题。路透社讲，美国已经交450粒汽车飞弹给台湾，不过还有400粒还未交。李伟担心无法度将集体形成防卫战力，提醒国军要把交运的进度搁好调。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上海的动物园的2只红毛小鸟熊，按说明仔载会送来到台湾，佮在经过检疫上近7、8个月的时阵，就会当含咱的民众来见面咯。胖胖的尾，圆润润的目睭，看起来真古锥。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有新的物种，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动物园物种交流进一步落实。上海动物园2只小鸟熊一定找来到台湾。能够让基因多样性以及提供更多的生命教育，却与我们的孩子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我了解是搭晚上的飞机，预计明天早上会抵达台湾。那当然，后续还要再经过1个月的检疫。回顾2项互送保育类动物，包括2008年来台的大鸟禽团团圆圆，2011年台湾回送中国长藏山羊，也个梅花鹿，2014年由福州来台的小鸟禽欢欢米克阿阿，今年双方一定搁进行物种交流。中国送咱上海小鸟禽，南方本来要送乌卡徛鹅，因为上海动物园乌卡徛鹅基因多样性有够，所以改送白手长手丸。上海小熊猫不止输入的时程被中方延宕，就连交换的物种呢也被中方片面推翻。整个过程其实相当不尊重台北市、不尊重台湾的准备。有人刻意的将专业保育的议题操作成政治化，真的是非常的遗憾。黑脚企鹅的交流调整是依循国际动物园基因管理机制跟专业的评估结果。台北市立动物园讲，交换物种变更为白手长手丸，双方也搁伫密切沟通，后续需要经过主管单位甲防疫机构审查协商。目前交换时间还未决定，2方动物交流嘛正做台北市选战的焦点。今年的时候也有跟日本交流小毛熊，所谓的双城论坛它应该是地板它不是天花板。我们跟世界各国其实都可以交流啊，并不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局限，更不需要这种比如说需要政治前提的这种交流论坛。台北市政府嘛表示，5日控原来迎接为新加坡来的马来貘猩猩接替去新加坡的林木路，进行血外保育会员交换计划。若是小鸟熊来台了后，检疫流程若顺利，一定上紧伫7月还是8月正式展示。记者采访报道。继续咱来关心这年底选战，讲到这彰化县长的选战出现变数，民进党立委陈锁国伫咧瑞初选胜出，不过共党的前彰化市长邱建富讲要脱党参选，陈锁国强调讲会共伊来讨论甲可抗，若彰化县党部也讲无摆渡甲伊开除党籍。彰化县长的选战，民进党是逼出家己人在抢。本地是立委陈锁国、黄秀芳、彰化市长林世贤含前市长邱建富争取提名，变作4抢1。落尾是陈锁国伫瑞初选内面赢，要代表林赢出来选，但是邱建富即马说讲伊要脱党参选。只要我宣布，我就是有把握有机会会来当选。大家放心，我绝对不是你所讲的历史的罪人我们会尽力的来就是予以劝阻了哈。那如果最后还是这种结果的话，我们也予以尊重。宏大历史罪人的标签，邱建富是严正反驳，强调家己对党是真始终，呼吁支持者放宽心看待选举。陈锁国是回应讲会尽全力来抗阻。彰化县党部甲邱建富话话，莫做家己人听心得人欢喜的代志。若坚持要选无摆渡党纪处分。如果他违纪参选，我们一样会再送执评委会，他最终就是开除党籍的处分。我们只能够让自己更强我们不管对手有几位，这都是我们自己要努力的我们不可以，我们只能够自己全力以赴。高雄市长选战的部分，国民党的参选人郭志温是委托 TVBS 做民调，结果显示讲双方的支持度是差不多，敢若差0.6%。民进党参选人赖瑞良质疑讲，这是自产自销的民调，郭志温反击2个人空中呛声。赖瑞荣民调领先了10几%，而柯森刻意去自产自销一个民调出来，希望营造出五五波。那这样的做法其实就在欺骗高雄市民。赖委员还有民进党真的不要太玻璃心。过去来说的话，不管任何的选举，候选人阵营还有政党
他们都会做自己的民调啊，然后委托专业的一个民调的机构。另外，台北选前前立委助理朱正基本来是通过初选代表民进党投入中山大东区的议员选战，所以因为讲入中国间谍案，随后开除党籍。朱正基初五表态会以无党的身份参选。我觉得我是遵循民进党的初选机制，而且一路是遵守党纪党规，大家支持选出来的参选人。那我也不希望说自己的努力被没收。对于若参选有可能去争到立赢的席处，朱正基表示讲，即马无得讲友情，拢爱家己拍拼，伊会拼到底，嘛会伫法庭捍卫家己的清白。记者综合报道。那总有一个查甫人带囡仔，就会向俄罗讲你是新时代的好男性。为什么有这款的话语呢？就是因为咱有刻板印象，认为带囡仔的拢是妈妈才对。来看这条新闻，有关是刻板印象，有一个爸爸呢，一个人带2个月大的婴仔去到花莲一间饭店用餐，想要甲这个婴仔换尿珠的时阵，才发现讲这育婴室呢，说一个查某便所内面，说变做呢，这饭店爱派一名查某员工去问这查某便所内面的女性，敢会当互这个爸爸入去这育婴室，落尾才顺利换尿珠啊？民间团体是呼吁讲呢，这药检相关设备，亲像换尿珠台呢，查某便所拢爱有，才会当提升药检优先环境。带翁仔出门，真侪新手爸爸妈妈拢有伫咧外口换尿珠的经验。不过，真正有一个新手爸爸，家己一个带不满2个月的翁仔，到花莲一间饭店去食饭，因为囡仔需要换尿珠一问才知影讲，伊的7人房是设置伫咧查某便所，落尾饭店是派查某员工陪伊到查某便所的门口口。查某员工征求查某便所的人客同意了后，这个新手爸爸才顺利入去换尿珠真侪爸爸拢有这种经验。像我们男生也是会带小朋友而不是就妈妈会带而已。没有的话，真的会有时候比较不方便一点。有时候妈妈可能不太方便的时候，爸爸帮忙，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政策啊。根据调查，环境部全台湾拢总有4.6万笔的公共便所的资料。不过，伫全台湾公共便所内面，敢若16.5%有设尿珠台，都是每6个场所才有一个会当互爸爸妈妈安心来换尿珠而且查某便所设置的尿珠台的数量是查甫便所的2倍。根据内政部公共场所亲子便所设置办法第4条，公共场所男女便所内面应该照建筑技术规则建筑设备，正式亲像尿珠台等设备。囡仔帮使去的总数是每日10个爱设一个。引发讨论，照顾囡仔应该是父母的责任，无应该拢是女性来承担。希望透过收支效款法，扩大强制设置尿珠台的场所。我们在整个公共设施上面似乎就把孩子交给了女性哦，就是都没有男性育儿的一个空间，包含尿布台、儿童的座椅等等的，其实都应该同时设置在男厕跟女厕。针对尿珠台的设置，国土司回应讲，若是营业场所总楼地板面积5000平方公尺以上的公营事业，而是观光娱乐业的园区，应该规划设置亲子便所、附设尿珠台等相关设备。不过，时代力量的党主席王婉如建议讲，会当参照日本的经验，强制伫餐饮店这公共场所，主张修法降低标准，扩大使用场所来设置尿珠台。记者综合报道。各地方有会考今仔日寄成绩单咯，这台师大审测中心公布统计，今年182000个考生，有9派考生呢，摕到5科拢是 A， 写作6级分呢有712个人。另外有10490个呢，将近6派考生摕到5科拢是 C， 代表爱加强，人数比去年增加400多人。高中教育会考早起8点开放查成绩，就18万人同时要去理查。台师大审测中心统计，今年5A 有16293人，占所有考生9.04%；5A 作文6级分有712人，占所有考生的0.4%；5B 有100598人，占22.53%。上侪人，5C 有10490人，占5.82%。分析103年到即卖学历变化，国文、英文加数学正式连续百分比增加超过6%，社会自然超过3%，数学加社会大加强降低幅度超过6%，因啊国文、英文自然的降幅超过4%。因为各科老师的努力，其实待加强的这个部分，其实它是呈现减少的一个趋势哦。作文有1261人摕到上悬的6级分，占0.7%；四级分有15998人，占比上多，要到6成。
规个来看，78派考生会当达到基础以上的等级。文藻华府大学应用华府文系教授林雪莲讲，这边的作文和事物新面貌，将在考生用免洗涂加塑胶杆做对材。免洗块，他说要把它改造成那个诸葛亮的连弩，就可以一直发射啊，他就写得很细啊，怎么把那个白胶粘在一起啊，哦，怎么样去填充子弹啊，哦，然后最后写说，他想到说小时候跟爸爸一起改造。今年数学科成绩分也比去年较少，第四代数学系教授谢phong水讲，会选到第一题的顶查数列，学生有确实有回答这题是历年来上悬。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审测中心讲，会考的成绩出来了，各招生区也会公布个人思维区间，也有累积人数这寡资讯。考生会当按这寡评估落点，规个综合考虑了，结果来填志愿。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一枝草，一点露，天无绝人之路。南投县今年有2个总统教育奖的得主，一个读国小，一个读高中，一个是身心障碍者，另外一个是来自单亲家庭。这县长是俄罗讲，这2个南投囡仔面对着无同款的人生挑战，拢用勇敢和积极的态度来突破限制，活出精彩人生。黄文珠摕到三角铁在台顶表演，伊是今年总统教育奖的得奖人之一。伊有养hình，嘛是罕见病症的患者，虽然身体有病痛，身体机能嘛大头仔退化，啊，毋过伊依然是保持乐观，充满笑容，勇敢面对每一天。伊目前读南投的新民国小，啊，毋过伊较介意做志工，嘛会去红十字会服务。最喜欢去学校还是做志工？做志工。伊的原班是要讲要做个照服员啦，目的伊讲吼，伊要顾老大人。嘿，伊要家己看讲伊是破病啦，伊家知讲要顾老大人。他们的人生的故事哈，虽然是才这么小，但是呢，都有他非常的感人的故事哈。提到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很鼻酸，但是呢，又很替他们感到高兴。这么小的生命，就很懂得如何为人去付出，然后激励别人。南投阁有另外一位总统教育奖的得奖人，是读草屯商工的张玉金，伊是单亲家庭大汉，啊，毋过自律，佮文武双才。是排球佮竞技读杯的选手，嘛真够读册，捌摕到专业级的头名，嘛摕到全国商业类科工艺比赛商业干部的金手奖。一定也有很多，只是他们没有被看到。刚好我有这个机会，喜欢什么就去试，不要光想，要去做了，你才会知道。做不做得好，会不会成功？就算失败也没关系。南投县长柯淑华学了2个南投囡仔，面对无同的人生挑战，佮用勇气、佮积极的态度突破限制。因嘛鼓励佮较侪人爱活出精彩的人生。记者安英秀南投报道。云门舞集对2001年开始举办春斗，专门给少年的舞蹈家、编舞家一个舞台。今年的春斗2026有来自匈牙利的当代舞者、台湾出身的编舞家，希望会当让观众看到无同款的身体语言。在舞蹈当中加入台湾族传统的歌谣甲部落的文化，要呈现查某人自囡仔成年到食老无共阶段身体的状态。这是云门舞集春斗2026其中一段舞蹈的作品。今年邀请到3位无共文化背景的舞蹈家进行创作，其中有台湾族舞蹈家讲，透过甲云门舞者的合作，分享真侪原住民的文化，安怎转化做舞蹈的动作。刺绣的动作的话。这个刺绣的动作，你要告诉他这个在怎么样，然后这在部落的生活，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陶壶为什么有公壶跟母壶跟阴阳壶，然后你要告诉他很多的东西，然后给他看很多的图片，所以这一次的编舞，我其实一直丢的都是这些文化的讯息，也是我觉得这一次在里面我很开心的，就是分享自己排湾族的文化。舞团希望透过这届的合作，让舞蹈家有机会去试验家己的想法。也有另外一位台湾的舞蹈家，对家己8年步关山的经验出发，用身体来感受抛掷过程当中的地球引力。整个作品的概念从坠落出发，在坠落里面，我们从抛出到接住，中间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物体啊，我们说物体或是人或是动作。它都在一个不断变化，
然后在一种某种程度上充满危险跟不安的状态里面。春到2026拜6礼拜，拍算伫新北的云门剧场演出，舞团也期待透过3个无同世代、无同背景创作的舞蹈作品甲身体语言，会当互观众有正真实的剧场体验。记者郭玉记、谢桂玲新北报道。顶个月台北看守所有2个收容人雄雄无心跳，其中一个不幸过往。今仔日就民间团体指出讲，最近天气开始反热咯，有收容人甲家属真情认为性命健康受到威胁，希望矫正署就要有相关的对应政策。极端气候热人愈来愈热，日伤害的状况嘛愈接发生。5月24早起，台北看守所有2个收容人送医，一个救无回来，另外一个还在住院，引起民间团体对收容环境的关注。监所关注小组表示，有真侪真情反映讲，监所是翕个热，全国收容人超收的状况嘛真普遍，环境个如歹，对收容人甲介护人员的健康拢造成威胁。民团呼吁矫正署要提出降温措施，分批做一些冷水澡的冲凉。我想监所目前的环境应该是做得到。那监所如果是有就是比较公共的空调的空间，可以分批的让收容人就是进去做一些降温的话，我就可以打断这个核心体温不断累积的这个循环。里面的监护科的管理员，收容没有冷气，他们也没有冷气，所以他们其实是同样处在一个很艰困的环境里。矫正署是先8月讲，顶个月台北看守所的案例，收容人本身就有慢性病史，因是甲天气热无关联。针对降温措施，矫正署以台北看守所做例，表示建物有加做泉水降温设备，也有加热网仔，有提供收容人啉冰水，甲增加洗身躯冲凉的会所等等。后续会搁同步检讨，看到一寡设备需要改善。不管我们电风扇啊、排风扇啊、壁扇啊、这个天井通风扇，我们都是有温度控管的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那另外一个建议就是说，希望我们回去再通盘检讨，就是说我们有哪些设备需要设施改善。监所关注小组表示，过来热人可能也有3个月以上的高温，嘛呼吁卫福部爱跨部会合作，提出监所日伤害紧急医疗救护指引，也有高风险受刑人用药指引。劳动部嘛，要注重公安检查，希望保障收容人甲监所介护人员的健康权甲生存权。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台南县的生态保育者就发现讲，这公路边的排水沟集水井，定定有这野生动物会掉伫内面。最近就救到一只保育类的赤鹎鸪。保育团体是呼吁讲呢，这款山区的排水沟设计应该爱检讨，使用友善工法才是。顶礼拜，生态保育团体伫暗时生态调查，拄好伫台东县一个县道公路排水沟的集水井，发现有一只鸪掉伫内底。今朝看是一级的保育类麋鸪，因为集水井大约有2公尺深，若唔紧救这只麋鸪，伊就会死去。因随通报县府甲林保署即时救援，并且甲伊放回去大自然。我们的判断应该是，不小心沿着可能沟渠或者是排水沟爬到那一个集水井里面。那其实这样的集水井的设计非常的不友善。保育团体表示，因为台东县山区道路真济，拢会设计排水沟甲集水井保护公路边仔的行。不过有的集水井真深，壁又搁骨，对野生动物来讲是陷阱，无法度逃生。呼吁相关单位要成立跨部会友善生物监听平台，来提供野生动物逃生的出口。我们也会持续来盘点相关待改善的事项，那逐步来做相关的改善。我们有个国土旅网计划，那在计划里面呢，我们会有大平台会议的召开，小平台会议的召开。那主要就是我们会邀集相关权责机关共同来讨论。台东林保分署表示，中央成立的国土绿网平台改善案例，亲像伫本溪流血创的动物通道，就是找公家甲私人的部门做伙解决的友善生物治理工程。若即个发现麋鸪掉伫排水沟的集水井内底，会搁再邀请相关的单位做伙来研究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早起有动保团体指出讲，北部的龙洞狗仔10年来减少超过4成，代表绝育等政策是有发挥效果啊。不过最近所有人话讲呢，要把这绝育经费抬掉。台湾立委伫今仔日拢表示，会继续支持动物绝育，也有收容，也希望中南部会当参考北部的做法。行路常常拢会看到龙洞狗有的会足请家人，造成社会困扰。有动保团体拜五伫立法院开记者会讲，提悬绝育的比例是减少龙洞狗效果上好的方法。因指出，这10年来北部龙洞狗的数量已经减超过4成。
在新北市进行了实地的调查。那从第一次调查的39000只呢，降到第二次调查的17000只，算起来呢是在7年内下降了48%。动保团体表示，10年来北部龙洞狗的数量会当降低，是因为同齐推动3种方式，也都是为源头绝育、做主人责任教育、甲家护轰炸、了解饲狗的情形，协助绝育。而且这款做法嘛得到国际动物族群管理专家的肯定。啊，那伫记者会调研立委嘛表示支持龙洞狗绝育的做法，呼吁中央甲地方要继续投入资源。正确的动保的议题的做法，我们也不应当走回头路。这提高绝育的强度，绝对是在现在动保的课题源头管理跟末端的收容两者当中重中之重的环节。中央的政策工具手段，来让地方政府能够配合，与我们民间团体共同一起，来让中南部其他的县市也能够加速跟进。调研立委嘛讲，希望透过这摆北部的成果甲方法，和中南部做伙参考，针对外界主张要缩减绝育的预算。动保团体讲，若减弱绝育的工课，未来凡事要开支这社会成本。希望政府继续加强绝育政策，为源头控制龙洞狗。记者郭正阳、王志刚台北报道。做田的呢，爱看天气以外，也上界惊病虫害，亲像河杜烟草菇啊呢，就破坏稻啊，或者稻啊乌去，或者是变做拍色，影响到这稻啊的品质。有农药来用，效果是真好，不过若是有机种做，就行袂通啊。农业部呢就发现讲，用这白姜菌来防治河杜烟草菇啊呢，数量会当减少75%到80%，而且这污点米的比例也会当减少4成以上。稻仔生长的过程，相加害虫影响收成，像画面当中这个台湾在内的河杜烟草菇仔的地树米有黑斑，也是变空心的。过去使用农药防治的效果真好，不过无适合有机种植。农业部拜五开记者会，推出用白姜菌架杀害虫的方式，消灭河杜烟草菇仔。它影响就是这只虫会去刺吸那个菇子嘛，然后就会产生很多的黑点。减少这个虫之后，它说可能只有一两%的比例会被淘汰。农业部讲，台东区农改场自2025年为第一期做早冬稻仔，甲第二期做慢冬稻仔，开始做生物防治实验，发现产地的河杜烟草菇仔的数量降低75%到80%，而且出现黑斑比的比例减少4成外。到14天呢，差不多70%哈，拢会当感染到这个可以破病就对啊哈，啊规个就第一讲甲这个族群呢，甲压落来，技术授权的方式呢，来寄转和这个咱的国内的生技厂啊，来做量产。农业部指出，未来这项白虫害防治技术会当加做有机农业的工具，就会当降低白虫害保护稻仔的生长甲米的品质。记者吴金勇、志刚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德国当地时间初四有一架汉莎航空的飞行机要停伫咧登机口的时阵呢，这飞行机头向伊的起落架向放起，造成机组人员、地勤人员真侪人受伤。咱来讲到这站意外呢，是发生伫咧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一架波音787客机准备执行 LH450航班的飞行任务。这飞行机头前的起落架向放起，飞行机的头含身躯拢落伫咧涂骹顶。航班随来取消，那这救护车也赶来到现场，目前也当咧调查这事故原因。初步报告显示，真有可能是油压系统故障所造成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有发表有写一封批，要互这个罗西亚总统普京的公开批，是希望两个人会当当面协议，甲这战争结束。美国总统 Trump 是呼吁双方就爱让步，那普京表示讲，愿意伫咧美国的安克拉蒂以去年美国和罗西亚协商的架构，成做谈判停战的基础。泽伦斯基写予普廷1800字公开批，语气大正义，表示罗西亚民众已经对乌克兰无人机攻击、汽油欠缺、物价起价、甲战争本身感觉真野心。这个时阵，等待欧洲战争重新正做美国关心的焦点是错误的，呼吁普廷唔免惊停止这场战争。泽伦斯基提议两个人直接对话来达成终战协议，建议双方确定一个会议日期，点名随时土耳其才会传统中立国做见面的
的地点，伊愿意伫谈判期间全面停火，同时准备全面交换政府，呼吁陆方买当行互因掠去的百姓甲儿童。安尼无，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要战到底，到时阵改变会为罗西亚内部发生，威胁普廷个人的地位。泽伦斯基发表即封批的前一天，乌克兰无人机攻击普廷故乡圣彼得堡。当地即礼拜当地举办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论坛，普廷测试引用马克吐温的名言，表示关于我死亡这个风声拢伤含，以否认罗西亚经济因为战争陷入全面危机的讲法，嘛表示愿意伫美国阿拉斯加安克拉蒂甲乌克兰谈判。Мы безусловно готовы и хотим договориться с Украиной мир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Причем на той базе, о которой мы говорили на встрече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в Анкоридже. 不过，普廷所讲的去年安克拉蒂美罗会谈所提出的架构，差不多完全顺罗西亚，要求乌克兰大幅度割让土地，当时已经去互乌克兰拒绝。普廷讲，陆军伫前线稳定攻击，暗示后面会当趁川普无用伊朗问题，说服泽伦斯基放弃部分领土。I don't know. I'm glad that they're maybe talking about meeting. I think we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It's going to happen. They're going to both make compromises. 但是川普对陆俄领袖会面真赞同，希望双方拢会当妥协，嘛无袂记咧讲伊本人甲美国对促成这件代志有真侪贡献。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2026世界杯特别举行咯，有一名22岁苏格兰球迷为着替男性心理健康发声和募款，就进行一场从苏格兰郡行美国5000公里的挑战。另外呢，这国际骹球总会即届开超过美金500万，找科学家伫各类场馆铺会当适应无同款气候的高科技草布。老在亲像电影人物阿甘同款，凊彩流的喙鬚，穿假仔的苏格兰裙，22岁球迷弗格森当咧挑战用行的，对洛杉矶行到波士顿，拢总5000公里。I'm just a crazy football fan who wants to go to extreme lengths to watch my team play at these tournaments. And 弗格森这座健行除了要赶苏格兰国家队过28档的世界杯第一战，另外嘛是一场为着男性的心理健康发声的募款活动。I think that in reality we're in a crisis with men's mental health at the moment. You know, men unfortunately all over the world. 2016年的世界杯都要开始踢啊，球迷伫场外正热情开始长途行路，主办单位嘛同款无用，摕场地拼最后的布置。为着解决过去临时的天然草皮春球无平均的情形，影响球员的控球，国际骹球总会 FIFA 即摆是开超过500万美金，和科学家联手，目标伫短时间内打造完美的球场。The geography of the three countries being so far apart, from Mexico City to Vancouver's, 3,100 miles or so. 对热带正湿的迈阿密，到凉凉的西雅图，甚至海拔2000公尺的墨西哥城，全家伫沙质的土内面染入好生纤维，亲像更紧甲草皮固定好条，防止吞甲真厉害的时阵出现大块土坑。The other requirements they have is a vacuum ventilation system where they can pull excess moisture if it's a heavy downpour of rain or something like that, or blow air back into the root zone. 为着克服湿密的场馆的问题，FIFA 是要求引进真空通风系统，将每一个球场的草皮的高度拢控制伫干那3米的范围内，希望球员伫世界各地都会当稳定来发挥实力。今麦舞台已经搭好，全球准备来迎接4年1摆的骹球盛事。公司新闻4派宣编译。第二年报，一个52岁导游台湾5月底带人去爬圣母峰落山的时阵呢，却来失去联络。厝内边的人掠准讲已经无命了，就该办后事。想袂到6天过后呢，台湾互人找到，而且送到病院治疗，目前复原甲真好。总算得救的雪巴导游达瓦，测试坐直升机到首都加德满都的病院，一个落飞行机随坐软桥，互人塞入病院检查。目前已经会当开喙讲话，恢复的情形真好。达瓦的某囝也真欢喜。술만 타보다가 거기에 होइन के अरे त्यही मान्छे हो कि को हो थाहा भएन तर फिक्स चाहिँ गर्नुपर्थ्यो भनेर अनि फोटोहरू सबै पठायो अनि पछि फिक्स भएर खुसी लाग्यो।
52岁打瓦带一个波兰籍的登山客被性冒风，5月29，2个人攻顶失败脱离的时，伫3号到4号营地，差不多海拔7500到8000公尺的死亡地带失联去。波兰登山客家己返去营地，也毋过打瓦煞拢找无人，就连亲人也已经放弃希望，甚至伫咧厝里替打瓦进行2天的祈祷仪式。6月初4早起，净山清理小组伫咧圣保峰基地顶头的昆布水墙附近，看到打瓦慢慢伫西林咧爬，工作人员随家救起来。这个登山季已经伫咧5月底结束，有超过1000个登山者成功爬上圣保峰的上关点，是有记录以来上无用的登山季。同时，上无也有5个人不幸死亡。伫失踪的6天内，打瓦靠求生意志甲对地形熟悉的程度拼过这关。高海拔地区搜救的黄金时间，干那24到48点钟，超过3天，会当讲是无啥希望啊。也因为失踪真侪天，包括气温低、脱水，也阁有高山症，脑部、肺部肿起来，几天内都活袂落。打瓦的奇迹也替高山医学甲救援署留珍贵的记录。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29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4度到3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4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4度到30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